风益感触蔡连真，吊架安平对上客。疫情一波又一波，各国头痛要如何？喙暗挂好好，洗手来自保。较莫去外口四界趖，疫苗免烦恼，有志较可靠。大家配合政策做，毋通讲拢差不多。封闭较赢性命无。病毒面对病毒要安怎？大声喙暗着爱挂，洗手爱面烂，衫裤较接换，遵守规矩正常生活，忍受着孤单，君子爱分散，食面讲话斟酌看，千万毋通当小可。做好保健安心肝。防疫期间禁气济，亲戚朋友少相找，联络用电话，传来可代替，保持距离，减少做伙。要食啥物货，伫厝较实际。动手落鼎感情培，避免互外来烧话。互相谅解甲体会。疫情一波又一波，各国头痛要如何？喙暗挂好好，洗手来自保。较莫去外口四界趖，疫苗免烦恼，有志较可靠，大家配合政策做，毋通讲拢差不多。封闭较赢性命无。面对病毒要安怎？大声喙暗着爱挂，洗手爱面烂，衫裤较接换，遵守规矩正常生活。忍受着孤单，君子爱分散，食面讲话斟酌看，千万毋通当小可。做好保健安心肝。防疫期间禁气济，亲戚朋友少相找，联络用电话，传来可代替，保持距离，减少做伙。要食啥物货，伫厝较实际。动手落鼎感情培，避免互外来烧话。互相谅解甲体会。